素哦，没有味精的，没有，全部都没有，也没有什么化学调味。热热的砂锅散发出花雕鸡独特香气，令人食指大动。开业18年的厨房有机餐厅，积极在后疫情时代开创新布局，在北安路开了厨房有机旗舰2馆粤式无菜单料理餐厅，希望带给饕客们不一样的美食享受。厨房有机在台南已经18年，那现在最近6月28号开幕了这一家厨房有机粤菜餐厅，就是跟之前的餐点做一个不同的结合。我们是粤菜创意料理，那以无菜单料理为主。以正宗花雕鸡料理闻名全台的厨房有机餐厅，在食材以及调味上也都特别讲究。除了坚持选用92天每只3斤重的跑山鸡以外，在调味的部分也加入了花雕酱、花雕酱油以及餐厅秘方等，独特的风味获消费者喜爱。我们花雕鸡跟外面的区别就是，我们花雕鸡里面有花雕酱、花雕酱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秘方。好，所以这下去炒每一锅一锅炒40分钟，然后再淋入我们特调的花雕酒。所以在这18年来，我们还是很坚持，我们用一锅一锅炒，把这个味道传承下去。厨房有机创办人高彤表示，当初创业开店的初衷是希望带给当时才国小3年级的女儿一个健康又美味的料理。高彤以这份心意来创业，18年来初心不变，把客人当成家人，希望能让他们吃得美味又安心。记者张寿维采访报道。